喺慈禧嘅珠寶藝術殿堂入邊，心形寶石以其獨特嘅輪廓同埋深邃嘅浪漫意義，帶俾我哋無盡嘅靈感。本次設計以心形寶石為靈魂核心，巧妙咁融合咗夢幻般嘅泡沫元素，婉約將心底深處嘅愛意同埋憧憬凝聚於指尖，化為一件永恆嘅藝術珍品。首款設計入邊，心形寶石與完一顆躍動嘅心，其柔美流暢嘅切割、鮮豔嘅顏色、璀璨嘅光芒，彷彿將濃烈嘅情感凝結為永恆嘅瞬間。寶石周圍縈繞住精緻細膩嘅泡沫元素，以慈禧晶瑩剔透嘅長力切割鑽石營造出輕盈飄逸、如此夢幻嘅感覺。泡沫嘅靈動流轉同埋心形寶石嘅穩重典雅相得益彰，恰似情感喺時光嘅長河中泛起層層漣漪，既蘊含浪漫情懷，又煥發勃勃生機。次款設計入邊，心形寶石被匠心動物咁樣托起，婉約懸浮於空中。此外，主石順住戒指臂嘅線條側放，寓意一見傾心。周圍嘅泡沫元素則如星雲繚繞，為整體感覺增添一抹神秘同埋靈動之美。兩款設計戒指臂都以柔美曲線延伸，唔對稱嘅設計加上線條嘅起伏，呼應富有生命力嘅心跳。優秀嘅設計實在令人一眼見到就心潮澎湃。慈禧客製通過寶石嘅堅毅永恆、極致嘅美學創意同埋巧奪天工嘅工藝，俾佩戴者得以將一份唯美嘅藝術傑作承載於指間，成為感情同埋夢想嘅永恆見證。關注慈禧擁有不被公式化嘅頂尖設計。